想低總價喺深圳買一套樓嘅街坊們睇過嚟啦，呢一個景色就問你愛唔愛？呢一個位置位於我哋深圳前海，呢一套43方相當於460零尺，做到2房，而且而家全屋帶埋精裝修俾你，而且仲係準應樓。講緊而家總價只需要240萬就可以買到，而且開發商而家仲誠意滿滿，零首付就可以上到車。冇錯，你而家1分錢都唔使俾，就即刻可以上車買到呢一套樓啦。全屋嘅精裝修，全屋嘅家私家電全部送齊俾你嘅，完全做到拎包入住。如果你想投資，呢啲攞嚟放租，1個月6500蚊嘅租金都係非常之可觀嘅。住喺呢度，樓下咧就有1.9萬方嘅綜合商業體，平時嘅日常所需樓下就可以買到，而且1公里內仲有我哋嘅大型 shopping mall、萬達廣場、天虹廣場就喺周邊，平時食飯睇戲都係好方便嘅。交通方面更加之冇得頂啊！呢一個項目係地鐵上蓋嘅物業，平時坐地鐵就可以穿梭喺我哋嘅深圳各個城區。如果返香港坐地鐵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深圳灣關口，返到香港講緊都係90零分鐘就可以到㗎啦，係咪十分方便呢？如果街坊們係想買呢啲低總價、零首付，而且全屋家私家電配齊晒俾你一啲現樓呢，就真係可以考慮返呢個單位啦。有興趣嘅街坊嗱嗱聲 WhatsApp Q 過嚟睇樓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